乡亲啊，这个耶诞节要到了，云林岛南的文安国小，这个老师是打扮做耶诞的老阿伯来送礼物，嘛邀请到家长来甲小朋友做伙过一个真难忘的耶诞节。 岛南文安国小特别举办耶诞节庆祝活动，欢乐的气氛，和教室囡仔拢笑甲真欢喜。那你喜欢玩哪一个游戏？在步子上面爬的游戏。今天过圣诞节有没有开心？有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很开心。11月25就是囡仔上佳的耶诞节，岛南文安国小除了甲学校布置做大型的耶诞园区，老师嘛扮做耶诞老阿伯来送礼。 刚好配合今天我们礼拜二我们的幼儿园的的律动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提前呢让孩子呢在今天就有感受到一个欢乐的气氛。期待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让囡仔有一个难忘的耶诞节回忆，嘛会当促进亲子感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